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家医科主任杨建州医师。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句台语：甘愿予高人做奴才，唔替寒慢的做军师。跟有贤能的人工作，能够学到东西，也不容易受到刁难。但是跟迂腐的人做事，不仅学不到东西，甚至还会退步，而且就算是提供意见，也未必能够领悟获得采纳。所以甘愿予高人做奴才，唔替寒慢的做军师，这跟《三国演义》诸葛亮所说的“奉翱翔于千仞兮，非吾不欺；士服处于一方兮，非主不依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